禮拜日晏晝，一家人約埋家姐，即係個女嘅姑媽，一齊出街飲茶食飯。前包人返屋企，咁巧經過學董，嗱呢條就係學董路啦。呢個方向呢，就係去學董橋嗰邊啦。而呢一邊一路行過去，就係芳村花地大道南西廊。再行遠少少，過埋界就係佛山南海平洲噶啦。嗱，幅牆後邊呢度呢，就係以前老廣順職工生活區學園小區啦。依家廣順已經整體搬晒去南沙噶啦。你睇下呢幅背景牆咁新淨，應該係啱啱整好冇幾耐嘅啫。依家廣州城區變遷得太快，平時高樓大廈都睇慣睇熟啦。今日咁巧經過，帶個細路仔入去行下，睇下呢啲建築紅磚房。入到嚟，發覺小區入邊嘅路基本都翻新過，鋪晒好乾淨嘅瀝青路。左手呢邊呢，以前應該拆咗一啲老建築，起咗棟新樓。不過建築格調同隔離嘅紅磚牆老屋都幾接近，睇得出設計嗰陣時呢，應該係做過考量嘅，落過心思嘅。嗱，呢啲就係當年嘅紅磚牆宿舍樓啦。因為依家係晏晝，太陽實在太猛太曬啦，我哋就費事兜咁深，簡單入去行兩圈，睇下可唔可以幫身在海外嘅老廣州揾翻少少當年嘅回憶。話時話，呢啲幾十年嘅紅磚舊宿舍完全冇啲花巧嘅裝修，就係最原汁原味嘅老廣州氣息。一代代嘅廣順工人返工揾食生兒育女，大半世都喺學園呢度度過。依家移民去咗外國嘅老街坊，如果諗起廣州，腦喺入邊肯定就係呢一排排嘅紅磚樓，一條條小巷，同埋以前朝見口晚見面嘅老街坊。依家出面新城越起越大，越嚟越奢華。以前嗰種平淡安穩同隔離鄰舍無所不談嘅日子，依家反而好難揾得翻。雖然廣順一早搬走咗，周圍又起晒高樓大廈，但學園呢邊依然留住荔灣最地道嘅街坊煙火氣。不過講真，呢度嘅樓實在太殘舊啦，入面又窄又舊，好多住咗大半世嘅老職工，因為根本冇錢置換新樓，出面嘅租又貴到飛起，唯有繼續守住呢間細細嘅舊屋過日子。咩情懷都係假，其實好多時呢度亦係普通人面對生活壓力最真實、最無奈嘅一種堅守。